好嚇，弟兄姊妹平安。Sorry， 我錄緊，我想講你哋坐住可以嘅嚇。弟兄姊妹們平安，我哋先做一個開始嘅禱告。親愛嘅爸天父，好多謝你今日賜俾我哋有美好嘅早晨，使用我嚟宣講主你嘅話語，祈求聖靈你都充滿着我哋。求上帝你祝福以下嘅時間，以上嘅祈求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們。OK， 我先讀呢篇嘅經文俾你哋聽啊嚇。我今日要分享嘅主題係咧建立健康嘅教會。以弗所書4章11節到16節，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百肢各安其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我相信呢一篇經文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基督就係我哋嘅頭，咁樣咧會有就係我哋啦，嗬，咁樣就係基督嘅身體彼此作肢體，喺教會入邊咧有一個合一嘅服侍。OK，so 使徒保羅寫呢篇書信嘅內容咧，佢係喺監獄嘅時候寫嘅。喺監獄當中，佢依然係好關心呢一個以弗所呢個教會，所以佢寫信嚟教導佢哋。保羅喺書信入邊咧，最主要係教導以弗所嘅聖徒，無論係受恩賜或者係受職分都好，都必須要成熟，使到教會可以健康成長。為可以幫助我哋可以更加明白呢一段聖經，我哋可以先從問題開始啊嚇。第一條問題。以弗所教會嘅背景同埋當時候嘅情況係點樣嘅？OK，我哋可以喺《使徒行傳》第19章開始了解保羅喺以弗所大概係用開3年嘅時間嚟到宣教嘅。保羅喺當中咧，佢係好用心去講道。雖然旁邊會遭到其他人嘅誹謗，尤其是係嗰啲心硬嘅人唔接受基督嘅。咁樣佢就冇因為咁樣嘅遭遇咧而放棄，反而咧佢係用呢個推納路講學嘅地方同嗰啲誹謗主嘅道嘅人就分開隔開啦。即使係佢休息嘅時間都好咧，保羅咧都係天天教導嗰啲一班嘅信徒，仲有係講道嘅。咁呢一班人呢一班信徒其中咧係有包括開猶太人、希利尼人。係住喺呢個亞西亞呢一個地方嘅，都係以弗所嘅一個城市。保羅喺當中唔單止係有教導佢哋嘅，佢仲帶領呢一班人係咪去進行事工，就好似耶穌喺嘅時候咯，又醫治又趕鬼。後來信主嘅人咧就越嚟越多，有啲佢哋當中咧就講見證。將自己之前所行嗰啲邪術甚至乎佢哋願意出高價，將嗰啲邪術嘅嗰啲書買翻嚟，全部咁樣燒晒去。因為咧信主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導致嗰啲銀匠咧佢哋飯碗就不保啦。呢啲銀匠咧係靠着做嗰啲嗰個神台嚟發財嘅，因為係銀匠咧係供奉神嘅一個格，就好似而家我哋現代依家拜神我哋咪有拜天神拜神要放神台噶嘛，啱冇？咁嗰個時候咧，佢哋係有拜當地嘅偶像嘅風氣佢哋拜嘅偶像咧係叫亞底美嘅，係以弗所嘅嗰個女神佢哋都稱佢為次子觀音。
OK， 第二條問題咧就係、現今教會仲有唔有保羅所講嘅使徒、先知、傳福音，仲有牧師同埋教師咧？咁樣而家嘅教會咧係冇使徒噶啦，先知咧就好少有嚇。咁樣傳福音都係有嘅，譬如講宣教士，佢哋去到第二啲嘅國家啊，做宣教嘅工作啊，或者喺教會入邊啊一啲信徒咧，佢哋都擔任呢個傳福音嘅工作。牧師咧即係教師啦，牧師除開牧養成個教會之外咧，佢哋都係要將聖經嘅話語一一咁樣教俾信徒。咁樣呢啲信徒咧，先可以明白聖經嘅教導，以至佢哋喺生活當中咧，以基督為榜樣嘅準則嚟到生活嘅。第三條問題，咁樣點樣先可以成全使徒，使到佢哋各盡其職？成全咧就有裝備嘅意思，每個信徒咧都必須被聖經嘅話語裝備好，並且喺教會中積極咁樣服侍。並非係一個人完成成個服侍嘅工作，或者係一個人孭晒所有嘅教會嘅事工，一個人去做，唔係咁樣嘅，而係喺教會中咧，每個人有唔同嘅恩賜，仲有職份，大家去一齊做，打造基督美好嘅家園。裝備信徒唯一嘅途徑咧，就係令到所有嘅會友佢哋可以明白聖經嘅教導係冇有捷徑嘅，冇 shortcut 嘅。唯有聖經嘅話語咧，可以使到人哋咧長進，靈命會更加成熟。信徒咧都唔會因為外在一啲譬如話佢哋面對一啲生活上嘅困難放棄主，反而喺服侍當中咧，可以同其他人咧一齊完成去服侍嘅，彼此建立基督嘅身體。所以可以見到牧師喺教會入邊咧做教導嘅工作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少會有教會入邊咧淨係有領袖嚟到帶領聖經或者係信徒自己靠著自己嘅能力去使到靈命上嘅成長㗎嘛，係好少嘅。所以需要一間教會咧係好需要牧師咧係帶領呢一群嘅羊群喺聖經上邊咧餵養佢哋，令到佢哋明白聖經，漸漸喺靈命上咧得到成長。咁第四條問題，咩意思係真道上同歸於一咧？呢一段聖經係以弗所信徒個背景咧係有息息相關嘅，因為以弗所嘅居民咧一直以嚟咧佢哋都有呢個拜偶像嘅風氣啦，就係呢個亞底米，頭先我所講嘅慈子觀音啦，仲有佢哋有行呢個邪術嘅，所以以呢啲咧為最利嘅宗教信仰。但係喺使徒行傳19章18節咧，佢講到那已經信的多有人來承認訴說自己所行的事，所以從呢一段經文可以睇得出咧，嗰度嘅居民咧係拜偶像嘅，拜偶像嘅咧都一歸信主耶穌基督。但係保羅咧喺當中係提醒佢哋咧要真道上同歸於一，意思即係呢一班嘅信徒唔好再做一個小孩子，而係喺基督嘅信仰上咧穩穩嘅扎根，不要再去行邪術或者係再去拜偶像。最尾一條問題，第五條問題，如何喺教會中連於元首基督？連於元首基督嘅意思喺教會中最大嘅係邊個？喺教會入邊最大係邊個？喺教會入邊最大嘅係邊個？除開牧師之外，就係我哋嘅耶穌基督啦。教會嘅頭，耶穌基督係最重要嘅。信徒咧就係基督嘅身體，各自咧連於元首基督嘅意思就係教會入邊每個人咧其實都有自己嘅恩賜嘅，按照自己嘅恩賜同埋才幹咧嚟到帶領教會。信徒喺教會之間咧要彼此合作無間，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做基督嘅肢體，一齊嚟服侍上帝。唔係講全部係 Josephine 做讀經就係 Josephine 讀禱告冇人禱告叫 Josephine 上去禱告，唔係嘅。係大家當中彼此服侍，無論喺會友相處入邊或者係服侍當中咧，都必須要流露住咧愛心嘅。愛係作為一個基督徒成長嘅標誌嚟嘅，亦都喺教會當中最能夠體現出基督對於愛嘅一個標準啦。
好，咁讀開呢個經文，我頭先講開嘅背景，而家係要反思嘅時候啦。OK， 最主要咧係要聖徒裝備同埋成長。喺教會入邊，我哋知道係牧師係扮演住重要嘅角色，係要成全聖徒啊，要佢哋各盡其職，同歸於一，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啊嘛，啱冇？所以牧師喺聖彼得堂嘅時候咧，佢就訓練組長。組長咧由嚟訓練組員，建立基督嘅身體，要體貼上帝嘅話語，唔係做一個 BB 仔而係咧牧師有呢個責任咧，係教導聖經嘅。一個信徒淨係單靠自己嘅一個信仰，講我係信靠主耶穌就夠噶啦。其實係唔夠噶，我哋重要嘅係最重要係要明白聖經嘅教導，聖經嘅話語所以咧，我原本都淨係以為上開洗禮班、上開查經班、有堅制領班就夠噶啦。直到我上開門徒訓練之後啦，再上領袖訓練，又再上組長班，個人對於聖經嘅領悟又唔一樣開喎。因為我喺上門徒訓練嘅時候咧，我學習到平信徒喺教會中都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係好樂意去侍奉、參與侍奉。喺主日崇拜入邊咧，冇人讀經咧，我都可以幫手代替佢讀。原本我覺得禱告哇，前面嗰陣禱告好長好似好有靈性我一開始我都好抗拒但係而家我唔驚啦。之後咧，我就上咗領袖訓練班，我就明白作為領袖咧，千祈唔愛抗拒做帶領嘅事工，所以我都接受可以同Kelly一齊帶領禱告會啦。一開始係有100個害怕，但係我發覺到只要我踏出第一步，上帝一定會有101%嘅保守住我，甚至乎係更加多。就好似一開始幫Auntie Kelly 帶領禱告會嘅時候，佢派咗呢個Kelly 呢個屬靈嘅天使嚟到陪伴住我，俾我鼓勵，俾我勇氣。之後咧，我就上組長班，牧師又安排我做呢個副組長。其實我好驚，我驚係因為我驚我自己做得唔夠好。但係我諗翻轉頭，反正唔會死噶啦最後我都接受呢個挑戰，從中我嘅領悟同埋體驗又更加唔一樣啦。喺大小組入邊咧，係更加多嘅時候咧，係磨練自己嘅耐心同埋愛心對待嗰啲組員。我哋嘅組員喺邊度咧？就係教會佢哋參加小組佢哋喺入邊咯。所以我可以講嘅係，如果我冇聖經嘅話語去裝備我，嚟到教導我嘅話咧，我係唔會堅持去侍奉主嘅，都唔會答應Auntie Kelly講要帶領禱告會都唔會想去參加小組。反正教會有咁多弟兄姊妹，雖然係老啲啫，但係都可以讀經可以禱告仲有領袖嘛，係咪？我呢個做媽媽嘅做咩要逼到自己咁忙咧？因為反正屋企有咁多嘢要做咯。我係一個後生嘅人，又冇咩經驗。咁樣喺小組入邊咧，除開我哋有查呢個士師記做分享之外咧，係更多時候咧係需要愛心同埋鼓勵，去鼓勵嗰啲組員。而且咧，作為一個領袖咧，需要有一個好好嘅觀察力，同埋好好嘅耳仔嚟聆聽組員佢哋嘅需要。譬如講佢哋講想做一個生日嘅聚會等等咯。我嘅恩賜喺邊一方面，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唯一我清楚嘅係，我已經領受開呢個職份，我都接受，我願意去做，同其他領袖一齊嚟配搭侍奉主，嚟都同時我都侍奉會友。因此喺教會入邊咧，帶你組員一齊侍奉，要帶領佢哋，而唔係我一個人去做，要彼此咁樣去激勵，喺愛心入邊咧一齊成長，一齊得益嘅。所以教導聖經係好重要。被裝備之後咧，我哋要接受呢個侍奉。跟住咧，要接受呢個挑戰，上帝係一定會帶領嘅，我哋就咁樣慢慢咁樣成長啦。OK， 第二個就係要穩固我哋嘅信仰點解要穩固我哋嘅信仰咧？信就得噶啦嘛，係咪？其實唔夠明白基督嘅話語咧，先可以使到信徒咧更加穩固對主嘅呢一個信仰。點解我哋諗翻起？點解我哋會信耶穌會洗禮原本係拜神滿天神佛嘅，都去中途歸信主咧，係因為係
一定係某種情況之下，或者係個人嘅因素跌落人生中最底嘅谷底啦。我聽過一個見證嚇，嗰個係好有錢嘅有錢人啊，佢係做呢個餐飲生意嘅，即係做食嘅咯。咁樣一次咧，佢就得咗呢個腸癌。專科又睇咗啦，化療又做咗啦，情況都係冇好轉嘅。民間嗰啲流傳嘅迷信㗎，各種嘅邪術啊或者問神啊，其實佢都已經做過。咁一個師傅佢就同佢講：你去揾世界上最大嘅神啊！嗰個神係邊個？耶穌嚟幫你。佢真係去尋求教會去幫助佢。咁樣漸漸咧，佢嘅腸癌咧就得到有好轉。咁樣結果咧，佢嘅仔啊、佢嘅太太啊都洗禮信主啦。呢個真係一個神蹟，我唔係吹牛咁樣講啊，嗬。咁佢嘅腸癌得到改善之後咧，因為生意上嘅關係，嚟主日嘅崇拜就比較少咗啦。間中咧，我哋教會又做一啲愛心聚會啊，都會使用佢嘅餐館嚟到舉辦呢個小組嘅。但係因為佢嘅太太咧仲有佢嘅細路哥同嗰啲會友招待係非常之熱心㗎，甚至乎有準備茶點俾我哋非常之周到。起初咧，呢一位有錢人呢個 uncle 佢冇咩睇得起愛心小組佢覺得我哋一班人好似搞震咁樣搞笑，佢就睇下我哋幾時收檔點知做到後尾嘅時候，佢覺得哇！呢班人真係好認真好有持續性咁樣嚟佢嘅餐館嚟開發呢個小組。後尾咧，點解我會知咧？佢又同個組員講啦，道歉咯，佢就將心中嘅説話，之前佢嘅睇唔起之類嘅説話等等佢就同個組員講啦咁大概3到4年之後咧，佢嘅腸癌又再次復發，非常之嚴重啦。牧師當個時候咧，都喺佢嘅病床為佢禱告嘅。最後咧，佢都係返咗天家，永入主懷啦。咁樣佢嘅飲食嘅嗰個生意餐館嘅生意咧，就由佢嘅太太嚟到接手嘅。因為佢太太本身咧就係做呢個飲食嘅出身嘅。據我所知道咧，佢係有4個細路哥，2個已經出咗嚟社會做工。咁當有2個咧係依然係讀緊書嘅。喺佢人生呢位太太，佢人生跌到最谷底嘅時候咧，佢依然係受到好大嘅祝福㗎，係因為教會嘅姊妹都有拔刀相助，無論喺生意上咧、生活上咧，佢哋依然都係過得豐足係好嘅。之後咧就冇見到呢2個太太，仲有呢個太太，仲有佢嘅細路哥嚟參與教會嘅崇拜。咁有姊妹就講咯，佢認識咗一班嘅有錢人達篤達癲生活過得好好咁又講佢嘅細路哥就得咗血癌癌症等等嘅，或者係患上憂鬱症之類嘅，又講同人哋借錢啦。你話呢個太太佢心入邊仲有唔有耶穌咧？我唔敢講佢係冇啦，淨係喺信仰中咧係冇喺主嘅話語上邊咧打根基打得好好，所以佢嘅根基係唔穩㗎。對於上帝嘅話語，亦都冇令到佢嘅生命再次改變。或者係回轉嘅，所以無論係初信徒或者係老信徒多多少少喺面對人生波折嘅時候挫折會懷疑上帝，會抱怨上帝點解我信開主之後呢啲災難會臨到我嘅身上嘅？上帝你究竟有唔有聽我嘅禱告㗎我哋再睇下我哋教會最真實嘅例子啦，就好似 Kelly 咁咯。佢仔患開重病，大家都知道佢丈夫已經唔係啦，佢又要做工啦，又要兼顧家庭啦，又要照顧佢嘅仔喎。我真係好佩服佢喺教會入邊服侍入邊佢係好積極咁樣參與。佢曾經同我分享，佢嘅客仔又介紹過去講你去揾呢個醫生啦即係好似嚟實嗰啲民間啲民神嘅咯。想像一下，如果佢對上帝嘅話語係唔明白嘅，又唔係好穩固嘅，唔理解嘅，又唔體貼嘅話咧，其實佢可以選擇去聽嗰個朋友嘅介紹，放棄耶穌之類嘅。但係因為明白開聖經嘅話語好重要，使到我哋不再做小孩子，中開人哋嘅詭計或者係欺騙嘅法術，被一切人哋講嘅民間嘅啲邪術搖嚟搖去，飄嚟飄去，就去跟咗佢哋咯。如果你有呢個信仰上邊，有喺上帝嘅話語入邊上邊扎根咧，你係會
穩穩捉住上帝嘅話語，行佢嘅道路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上帝嘅話，依靠主嘅話語作我哋人生嘅支柱。第三個反思，肢體間嘅彼此聯絡同埋增長。所以無論係一間大企業或者一間細公司都好，老闆嘅領導咧係會直接影響公司嘅成個運作。所以喺教會入邊咧，牧師嘅領導能力係非常之重要㗎。佢可以帶動一班教會嘅羊群咧行喺正確嘅方向。當牧師一嚟到聖彼得堂嘅時候咧，佢就要樹立呢個聖彼得堂門徒訓練嘅一個文化，訓練專係訓練門徒嘅。通過門徒訓練咧，裝備原本有嘅領袖之外咧，同時係要發掘一啲細細嘅領袖。培養佢哋喺唔同侍奉嘅崗位入邊咧，係一齊共同努力，一齊達到目標嘅。睇你係咪好完美咧？其實係唔夠㗎。嗰啲唔上門徒訓練嘅會有點好啊？係咪要放棄佢哋啊？又唔可以放棄佢哋喎。你哋千祈唔好睇一班睇少一班會友嘅力量，佢哋係強大㗎。所以喺公司入邊淨係有老闆冇員工邊度得咧？係咪？老闆 one man show， 咁樣公司點樣可以慢慢做大啊？唔好講發揚光大啦，即係做到自己真係好攰咯。老闆會所以簡單嚟講咧，喺教會入邊咧唔可以冇會友㗎。所以會友嘅支持會友嘅幫助喺教會入邊係相當之重要。我哋依然係要教導佢哋嘅。咁喺教會入邊已經透過門徒訓練同埋領袖班訓練嘅啲領袖就會有出嚟組長做組長或者係副組長嚟帶領小組咯，配合牧師，一齊咧嚟影響呢一班會友仲未上過門徒訓練嘅，佢哋唔願意上門徒訓練，非常之抗拒嘅，我哋都唔愛去逼佢。我哋仲唔好忘記，我哋仲有家庭小組㗎。我哋有家庭小組，透過家庭小組入邊咧，我哋都可以做教導嘅工作。咁我嚟打分啦嚇，佢哋喺教導上邊咧，我用1至10分嚟到評分嚇。譬如講，佢哋喺家庭小組入邊，我哋有教聖經嘛嚇，未必佢哋喺入邊咧吸收有三分嚇。教導上我哋教士師記講解聖經教育佢哋嗰度咧，佢哋可能有領受開3分，因為點樣講都好啦，小組都係要關懷比較多關心，仲有團契係比較重視嘅。咁仲有嗰啲願意嚟參與主日崇拜入邊㗎嗰啲會友牧師講道嘅時候傳道講道領袖講道嘅時候都有教導嘅內容喺入邊㗎嘛，可能會有領受嘅係入5分。只要佢哋願意參與小組出席主日崇拜咧，就有機會被教導啦。呢一班係可以成為門徒嘅，淨係教導嘅方法咧係冇嗰個門徒訓練嘅嗰個成套嘅模式。因為你一眼睇過去聖彼得堂都係年長者比較多嘛，再唔係咧就係工作上忙碌，唔可以 commit 講我100%先嚟上門徒訓練，佢哋唔可以完全 commit 自己，唔可以俾到承諾。咁呢一班好積極參與主日崇拜嘅會友仲有小組你哋睇啦，喺小組入邊我哋教導佢領受有3分啦主日崇拜有5分。我頭先講開1分到10分10分係滿分，3分加5分就有8分咯所以佢哋都係合格嘅門徒嚟嘅，只係喺某個崗位侍奉上咧，可能佢有啲唔接受或者係唔願意，但係透過主日崇拜小組入邊咧，係咪你不斷咁樣去關懷佢哋、關心佢哋之外，同時佢哋有學習開聖經，有教導開佢哋嘛你可以慢慢去問下佢哋，讀經其實唔會好長你有咩講庫嘅字唔識讀你可以問我嚟教你。佢哋係樂意㗎，透過咁樣嘅方式，佢哋係樂意去侍奉。目前咧，參加小組嗰啲人安排嗰啲組員嚟做事工唔係講做事工係主日崇拜入邊讀經代禱甚至乎係做招待嘅咧。
有慢慢減少投訴。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幫佢哋安排一定冇小組啊，佢哋係好抗拒，做咩要放我做讀經喎？冇人代禱喎，Josephine點好啊？我真係頂硬上啦，再唔係嘅話都唔知點好。但係後尾訓練咗領袖出嚟啦，領袖就去做組長啦，跟住有副組長啦，當中要開始咗呢個家庭小組啦。所以喺入邊咧教導開佢哋之後咧，漸漸佢哋都樂意去侍奉嘅。其實，仲有我睇到嘅就係樂齡愛心站嘅弟兄姊妹啊，佢哋係好踴躍咁樣係參與嘅。當中佢哋有做唔同嘅嗰個崗位啦，有啲係負責點名啊、準備食物啊、唱詩歌啊、或者安排策劃呢啲娛樂啊等等嘅活動，我睇得出佢哋係好用心去準備嘅。領導人唔係講唔重要，係重要嘅，但係冇呢一班嘅會友嚟彼此相助、彼此配搭，邊個嚟分擔一啲細節上邊嘅嘢咧？所以我哋一定要對一班組員咧，一定要有愛心，凡事都要長進，彼此做基督嘅肢體相助，彼此去守望相助，喺愛中咧要建立自己嘅。所以要共同努力，要彼此影響咯，喺愛中成長。咁要點樣做咧？講開咁多啦，所以無論喺咩地方都好咧，會友咧其實都係一個小耶穌嘅代表，都係一個門徒嚟嘅。無論喺教會又好，家庭入邊、職場聚會都好，基督徒咧都必須要有愛嚟對待佢哋嘅家人啊、朋友啊、會友啊。喺基督嘅話語入邊咧，要不斷咁樣慢慢嚟到進步。你唔可以一下去逼佢哋嘅，因為每個人嘅屬靈生命啊，佢哋嘅改進啊，唔一樣啊嘛，又有個人嘅性格啊，或者係家庭嘅背景出身又唔一樣喎。所以咧，每個人咧都係有責任咧做好自己嘅本分。喺佢哋需要嘅情況之下咧，而你有呢個能力咧，可以幫助佢哋嘅話，就幫助佢哋。我哋活喺愛中咧，咁樣嘅教會咧就會慢慢嘅健康成長啦。OK，所以頭先我講嘅要點樣去做啊嘛，OK， 每一個會友咧要帶領一個信徒同埋非信徒帶領非信徒大家就好明白咯，就係傳福音啊，做傳福音嘅工作。每一個信徒帶一個非信徒，咁樣帶一個信徒係咩意思咧？教會入邊啊，仲有一啲靈命比較弱嘅比較淺嘅，我哋要多啲為佢哋禱告。可能當中佢哋冇咁積極去參與個主日嘅崇拜，冇相干。我哋喺小組入邊咧多關心佢哋，多鼓勵佢哋，而唔係對於佢哋做咩你咁耐冇出嚟參加主日崇拜，去批評佢哋千祈唔好咁樣啦，要婉轉嘅方式問候佢。你呢一排覺得點樣啊？好耐都冇睇到你喎，睇到你翻嚟教會真係多啲翻嚟崇拜啦，你仲有我嘅 WhatsApp 啊？而家我哋嘅科技咁先進，可以用 WhatsApp 嚟同佢哋聯繫關係噶嘛。咁樣目前咧，我哋牧師講，我哋要我哋嘅目標人數咧係要有達到120個。咁我睇開嚟咧，粵語堂平均嘅出席率咧係有48位嘅。咁呢個48位當中佢哋就帶領一個非信徒嚟，而且咧就帶領開，又帶領嗰啲已經信開主嘅，但係比較少嚟教會嘅。所以如果我哋睇下頭先我講嘅48，如果每一個人佢哋都帶一個非信徒嚟，傳福音啊，同佢哋做傳福音工作，咁我哋就有96個噶咯喎。仲有嗰啲沉底沉水嘅啲會友咧，佢哋係有參與小組噶，係冇咩咁樣積極嚟參與崇拜同埋出席小組嘅啫。如果每一個會友佢哋願意去愛心去關懷佢哋嘅話咧，沉底嘅會友我估計啦20個佢哋翻嚟主日崇拜，我哋又有傳福音。我哋又有拉住嗰啲原本有嘅會友，96個加20個就總共有116個。120個牧師係講126個，但係我哋喺48個成長到116個，係咪好祝福？呢個係肯定可以做得到㗎。仲有我未加嗰個華語崇拜嘅人數咧？你講愛心成長彼此扶持重唔重要？重要㗎，有用冇有用嘅。
所以我哋一定要去聯繫同嗰啲未信主嘅人去傳福音。仲有咧，已經信開主嘅，但係又好少嚟參與主日崇拜嘅人咧，我哋多啲去花啲時間去問候下佢，或者出嚟一齊飲茶啊咁樣嘅樣嘅，咁樣教會不但係喺人數入邊有增長喎，而且係喺愛入邊建立咗成間教會，慢慢嘅建立成間教會人數慢慢嘅增長，有愛心嘅嚟到服侍，喺健康中成長，喺愛入邊成長啦。第二個我哋要做嘅咧，禱告咯。基督徒最簡單嘅就係通過禱告，一齊參與禱告當中，一都嚟到參與禱告會，線上禱告會。如果你覺得陣間有感動嘅話，要開聲禱告，我冇禱告啊，唔使驚啊！參加過禱告會嘅人都唔使擔心，我哋帶領嘅入邊嘅領袖咧係會開聲禱告嘅。我哋係只不過用嗰啲叫呼籲嗰啲會友，利用1個小時嘅時間靜下佢哋嘅心嚟到一齊禱告，要相信禱告嘅力量嚇，唔係講話你即係同我講，我平時唔使禱告咯，嚟到禱告會嚟禱告。唔係，我哋只不過係利用呢一個禱告會呢1粒鐘嘅時間，我哋一齊禱告，安靜我哋嘅心嚇，願運用一段時間，求主嘅聖靈嘅帶領，化為一股力量。我哋唔係淨係單單靠自己嘅努力，得把口講咁樣，靠自己嘅努力得把口講咁樣嚟做完成呢一個使命，合一嘅使命好艱難㗎，因為我哋都會有軟弱嘅時候，我哋需要嘅係上帝帶領，聖靈嘅帶領喺當中，我哋一齊嚟到建立教會，彼此做主嘅合一嘅肢體嚇。一個身體淨係有頭腦冇心臟冇血管係唔得噶嘛，啱冇？基督係頭，所以我哋做手嘅、做腳嘅、做血管嘅、心臟嘅乜都好，佢有佢自己嘅功用噶。我哋做領袖嘅，無論係牧師又好，喺服侍上嘅教會之後，我哋要盡心盡力，竭盡所能去做，而且係用自己火熱嘅生命咧去燃燒埋嗰一班未上過門徒訓練嘅會友，一齊帶領佢哋嚟服侍上帝，嚟到合一嘅心嚟服侍上帝。好，我哋做一個結束嘅禱告。親愛嘅爸天父，我哋好多謝你，你俾我哋認識到你喺教會入邊，你係元首，我哋只不過一個器皿，我哋要做嘅嘢就喺教會入邊彼此做肢體，彼此鼓勵，彼此助就。嚟到合一嘅心，有愛心，有關心其他嘅弟兄姊妹們，一齊合一嘅嚟到侍奉主你喺愛當中，我哋慢慢嘅健康成長，亦都祈求上帝，我哋人數增長嘅同時，求上帝你哋親自嚟到帶領祝福，我哋感謝你上帝。以上嘅祈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我 stop 咗先。